继续来关心法国巴黎最近天气嘛是热甲挡袂牢，车衫因为对流真旺，甚至在路边角造成交通大乱。另外，伫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底的基拉维尔火山，月初的时阵熊熊喷发，有科学家就预估后礼拜还阁有可能会阁喷发。火山口一直喷白烟出来，尾啊阁流感觉红色的岩浆出来。伫咧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面的基拉维尔火山是全世界上活跃的火山之一。5月初一突然间喷发，熔岩喷喺天顶，距离高度差不多有100公尺。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所视影片有记录到几多遍喷发，中夜巴短暂暂停。科学家讲，自1986年以来就毋捌看过这种情形，因为伫强烈的喷发了，一般拢会小可长时间平静。对基拉维尔火山来讲，像这种快速反弹的情形是真罕见，估计后礼拜阁有新一波的喷发。同款拄到真罕见情形的，也有法国巴黎。5月天气一般拢是真舒适，不过当地这几天是真热，发电对流真旺的情形下，也可以突然间落冰架加雷阵雨，行路的民众拢常常闪袂赴。有少部分的地区甚至出现淹水的情形，交通大乱。受全世界暖化影响，像这种极端天气发生的机会比以前加真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